98.3港都夜猫子节目现场了，我是玉慈。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这一位哦，在3金当中已经拿到2金了，拿到金曲最佳原住民的专辑奖，还有金马最佳的新演员奖。奇怪了，那什么时候拿金钟奖呢？第一位非常可爱，也不能讲可爱，他是很帅气啊，他拍那个宣传照超 man 的，这是苏密。Hello， 玉慈好 ，Hello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我是苏米恩。今天要为我们介绍的是第2张创作专辑，耶！开心。回味多久？你自己说，让人家等多久？上一张2010年。隔2年哦。那你这2年当中在忙什么？不忙装忙啊。没有啦，演人民就很忙。都在推广原住民文化。其实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认识一下原住民的音乐。可是一讲到原住民，大家就会觉得啊，可能很传统，或者是很民族风、很民谣。试试看吧，我觉得这个社会也蛮奇妙，就很多元。就听不懂韩文，可是大家都在听韩国流行音乐，大家都疯啊，疯啊，对。蛮听啊。听不懂日文，也是在疯日本的音乐。如果用形象来当做一个借力的话，或许大家重新认识原住民的音乐，也有流行的气味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们来哈原一下，哈原一下这样。音乐本来就没有国界啦。对啊，音乐有国界啊，这就是音乐最有趣的地方。虽然说可能听不太懂，可是可能会很容易的融入到你演唱的那种情绪里面，还有你的铺陈啊，整个感觉，对不对？就可以比较多想象。其实我也是练习，因为做母语音乐，反而让我跟家里面的相处，尤其是我爸爸，还有我的外公外婆，以前都在外地读书，在外地工作，然后当然要学母语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是我最好的老师。以前不怎么讲话的，然后结果现在因为我要出专辑，反而跟长辈们聊天的机会就变大了。第2张专辑，你说叫什么名字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这张专辑叫阿密斯，中文的话就写成阿米斯。阿密斯是阿美族语啊，其实称呼我们自己。然后大部分人会以为是阿美族，其实也是，就是阿密斯音译成阿美，可是我今天把它变成一个不一样的形象，所以阿密斯跟阿米斯就会有想象就不一样，就很像希腊啊神话的。你偷用我的梗哦。对，那是你的梗。因为刚刚跟我们神秘在聊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你的阿米斯好像远古希腊的里面的神啊，宙斯啊那种名字，我觉得好棒哦。就这是一个创意啦，然后其实音乐本身也是，就是朝这个方向，就是希望给大家听到的是更不一样的，就是创作。所以里面应该有很多的风格吧？其实里面最好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古典乐，古典乐是西方的古典嘛，我还用吼一样拿鲁湾，我觉得是原住民的古典的吟唱，两种古典放在一起，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。再来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原住民的音乐认识比较多，可能是民谣，然后就换一下变电音。我觉得原音电音很酷对啊，我觉得就是打破别人一般对于原住民音乐的想法，就是不只是民谣，我们还有电音哦，还有摇滚类的，对不对？是蛮好玩的。可是那时候在合作的时候，乐手都会觉得哇，这样做得起来吗？就是大家也还是会有刻板的印象。可是做完之后，觉得超酷，没有做过这种事情，觉得超屌。所以你这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些民谣，也会有电音的舞曲。对，基本整张都偏电，即便是慢歌啊，都有一点点西方古典音乐的东西，可是也有放上一些电子合成器的效果在里面，那不会吵，也没有那个速度感，就是它其实是另外一种质感的东西，还蛮神奇的。那你第一首歌想要帮我们介绍的是哪一首歌？这首就是《远洋》。远洋，因为我爸爸是远洋渔船的船员，他在高雄生活了他的很多青春岁月都在这里。我想说应该跟高雄会比较有关系。那你真的很少来齁，很可惜哦。我小时候见不到我爸爸来。然后这首歌也是因为听完爸爸讲的故事，他的人生的一些经验，对，也是他的故事，很想把它写下记录下来，知道他的心情。那这首歌算是献给爸爸的哦。算是他的代表作。他的代表作没有啦，就是不好意思，我觉得爸爸都这样讲完，然后下次给他，他一定会说哇不用啦，38、7这样，就是爸爸
爸都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爸爸心里一定很开心，因为儿子听了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写了这一首歌给他，超赞的好不好？不知道，女朋友还不一定会有。我爸没有夸赞过，我也不好意思吧，等到他可能他自己会偷偷听吧。一定会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爸爸应该在我们电台旁边听啦，哈。他靠感同身应该就听得到了，一定听得到啊。就是一首慢歌，可是有民谣的风格，可是也有电音的元素在里面。所以第一首歌先介绍是《鸳鸯》，接下来到高雄，要介绍是听完《鸳鸯》，他应该还不能出去玩。好了，我们先来听苏蜜介绍的《鸳鸯》。马路来。